叶子楣当年凭着傲人巨乳走红，在香港3级片热潮中奠定艳星地位，还获得波霸始祖的封号。综合媒体报道，叶子楣很懂得制造话题，不仅出席公开场合经常酥胸半露成为焦点，更深知男人越看不到就越想看的心理，因此她演出时坚持3点不露，更表示要把3点留给未来的丈夫。此话一出，更让叶子楣的3点之价不停攀升。外传有片商甚至出价800万港币，约合台币3100万，只要叶子楣裸上半身，但仍被他婉拒。不过有传言指出，叶子楣因胸上有疤痕才不愿曝光。香港3级片一哥曹查理甚至爆料叶子楣的胸部是假的，但均未获证实。据港媒报道，90年代黑帮势力入侵演艺圈，有传闻指出曾有人威胁叶子楣拍全裸3级片。当时为了保护胸前这对身材工具，叶子楣曾在1991年为胸部购买200万港币（约台币783万）的保险。